由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4个县市联合举办的艺术连线，即摆用影像艺术做主题，透过工作坊讲座呈现人甲土地的感情。作品安排伫咧这4个县市无共所在、无共方式来表现。不过想要讲的共款，拢是对这片土地的爱。一幕一幕的作品，表达创作者对在地土地的想法。运用各种符合媒材的作品，伫嘉义县埔子的梅岭美术馆展出，主题是历史永续，展现土地人文关怀的精神。大家对于文化艺术跟土地人文都非常的关心，那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连线，然后呢，把各自不同的文化艺术呢，用不同的方式跟多元的媒材，共同创造一个视觉艺术的一个连线的一个飨宴。我希望人看我的作品，不是干来看伊的技术足好的，是这技术下骹内底有真清的记忆，啊，搁咱细汉时看到的这个已经消失的文化。代表嘉义县展览的嘉义大学、南华大学、五凤科技大学、甲中正大学4间大学的学者甲学生，是透过作品紹介嘉義縣這片土地。不管在視覺上，或者說一些表演上，其實這樣的一個在資源這麼少，然後融合在一起，讓這樣的一個板塊裡面打破了一般我們對於縣市鄉鎮這樣的一個比較自己的一個區域，它反而是有更大的格局。雲嘉南視覺藝術連線藝術展覽的地點，行過4個縣市，嘛有要展現南部一日嘅文生活款的藝術。嘉義縣的展覽為即馬開始到12月初，第4個縣市無共所在的展覽，表達的共款攏是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愛。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